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探讨台湾话，敢若一字散，散分做几种？迄拢无共款的原因，人才会散落去啦。来讲成语，讲即个四字的。头一句，咱来讲消散落肉。即句咱知，人若消散落肉，一定有原因。有当着啊，为着囝儿逝世伫咧操；有当着啊，为着前途伫咧无用。安尼日夜想，暝也想，无才调困的路面，好甲来消散落肉。尤其你甲想一个真，人本来就碰皮啊碰皮，迄外观真好看，结果一个散落尔，两边脆皮捏落去，安尼才讲叫做消散落肉。这落肉就是本来面容看起来真红艳，看起来真有精神，佮看起来安尼肥嫩啊肥嫩，即马煞规个散落去，才讲叫做落肉。当然，外有的地方即款腔口，伊无讲消散落肉，伊讲另外一句讲散鸡落血，意思拢相像。当然啦，散有足侪种啦，佮另外一句成语，这来讲家无用的啦。啥做家无用的？就是有一款人为着生活伫咧奔波甲走撞，有影人若未得志，有当着啊行车也当着坎坷，行迄边嘛当着碰壁。这个时阵，咱心内硬，心内唔愿，对天地大声咧喊话，讲啊怎样人饲人一支骨，天饲人才有一条肥卒卒。天公伯啊，你互我安尼伫咧食肥走散，这食肥走散就是讲无彩工啦。无用甲打来真侪代志，毋是咱会当料想，毋是咱会当暗算的，只有是消磨真侪时间，浪费真侪光阴，搁费去真侪精神，到尾啊嘛是食肥走散。有当着啊，即句话往往是人用来感慨家己，讲我安尼伫咧拍拼，安尼伫咧认真，好甲食肥走散。啊，当然啦，另外一款解说就是讲捌算毋捌除，你都也袂晓算啊，代志无用甲来也无中着半项，无趁汤，搁无趁粒，安尼嘛讲叫做食肥走散啦。过来讲散，啊，搁另外一句，就是咧形容讲人毋是干那散尔，形容讲散甲迄个程度真严重。散甲什么款的情形？人讲叫做散搁薄板，这讲起来就是讲，袂输敢若一块薄板啊共款，已经遮尔散啊，散甲薄板啊共款，看起来就安尼无男无女，看起来就安尼真无精神，互人感觉讲散甲实在伤过头啊。毋则讲爸母咧提醒，咧囡仔讲，你平常都爱食啦，拄着啊3顿都爱照起工啦，毋通安尼散。因为爸母心内会唔甘，看到会艰苦，会看讲在眼内你毋是干那散尔。讲一个形容词，就是讲我的囝儿出去到外口，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咧操烦，敢若想到伊毋知3顿有照起工无？散搁薄板，这就台语的形容词，咧加强口气的话语。毋则讲敢若一款散，外观变化无共，个人因由无共，字句就拆甲遮尔分明，当然话是来艺术啊。